神仙，嘿嘿，是，今摆吼，哎，查某囡仔吼，拢最爱拍你这种小费包的。对，个叫小费包，这是我的小袋袋呢，不是装可爱鸟。装无1块吼，无一个1块乌汉钱。无，但是呢，这我的小袋袋吼，虽然哦可爱也可以装啦，但是有要种物件，甲咱今仔日要去佚佗的所在有关系。你内底装咱要去坐的所在？你看，你有看卖吼？脚踏车。我有脚踏车，嘿，啊，搁有。这是你爱骑迄种脚踏车吗？因为你椅仔你甲跳落来。你拢。原来是安尼啦吼。找到我椅仔啦，直接找到啊。找到椅仔，但是这是倒袂去你的椅仔你。搁有。回轮机，搁回轮机啊！脚踏车有回轮机，回轮机通机流，通机流，够船，有船哦。有飞，搁有海，搁有努力。对哦，你有看卖是倒位？要去倒位佚佗？这是天顶的，这是海的，对哦。这是路的。这真难呢。金钱岗台中。你慢慢来摇吼，我来公布答案，到底去倒位耍呢？倒位。大平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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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回轮机哦。无回轮机，进前有啊，进前是幼校空军幼校的所在。我爸爸有待过。恁爸爸真正捌大平湾空军。伊空军呢？但大平湾遐做空军呢？遐船是有啦。是。遐哪有脚踏车？脚踏车哦，你等下就知。但是今仔日要去的所在就是大平湾，屏东。这听起来真趣味哦。是啊。去大平湾，我来找我的好朋友。你好朋友敢有熟悉大平湾？我唔知咧，我甲叫出来好啊。好，来。阿东啊！出来！进出来哦！阿东啊！你好，子哥大配好。这两个哦，这个恁两个私底下是真好的朋友，真好啊，就嘛子。恁对大平湾有熟悉无？这就是我的故事啊。大平湾哦，是我的心中永远的疼。为啥？你心中的疼？是因为有一届我的宝贝若琪 Chloe， 恁某啦，伊Google 就是讲大平湾哦，有一个足水的所在，海上高等，海上的高等，海上高等，对。啊，我去的时阵雄开车开1点钟，1点钟，对。啊，去的时阵拜二无开，公休，所以你的时间就无够长。无够长，一定要有够长，你若无够长，女朋友会生气。是，这机会，你也超好。所以讲，我就见招拆招，去边仔的林边食迄胡椒虾，太好食，迄雷梦虾，雷梦虾哦，不得了，食了我跳跳。是不是爱食海产？海产大平湾的海产是足好呢，足厉害。边仔拢足厉害。金马，金马，还有鲈鱼，还有龟翅啊，金马拢就是，伊这么熟，你来乱呢？无，大平湾我嘛是 OK 啦。你嘛 OK 啊？有遐足侪迄赛车的美女。是。讲明了，对。我 3, 2, 1，你就这你专门的。对，我专门的。我伫遐无赛车，干那看美女。看美女，你嘛是 OK。海上嘛足侪啊。对。回啊，我细汉的回忆啊，拖肉藤。一粒细粒，你敢若迄鱼肉的角，对，包中挂安尼紧包起来，我感觉足香的，足香的，迄足赞的，迄气味足赞。配秘鲁嘛，配秘鲁足赞。听起来吼，今仔你的佚佗小队对大平湾无啥熟悉，有经过啦，无遐深的。但是无要紧，今仔日有我的导览神师，带恁大家去佚佗听故事。你请坐。今仔日我的导览神师呢，还是大平湾的秘境达人，人拢叫伊铁哥。为什么？伊甲这有关系？
哦，伊是骑铁马的专家，啊嘛是铁人三项的专家。哎，伊铁人三项你敢唔知影打啥项？多少行？你敢唔知？铁马，游水、游泳，啊，搁有走路。走路、行路、跑步啦，招标走路是，走路啊，走路。欠钱，歹势是欠钱好。铁人三项的专家，伊家己嘛有一个铁马的民宿，免钱的带所有的人客去西大平湾，啊去食物件，是不是想要甲伊熟悉一下？熟悉，免钱的上好。所以咱来欢迎我的大平湾的好朋友。铁哥，欢迎铁哥，大家好，我叫铁哥。所以铁哥今日元气满满哦，很荧光哦。嘿，咱有考核，你准备好未？好啊。好。大平湾算法几落款？西东港上青的海产找，就爱找咱。好朋友。小天人情上温暖。耶！这个小姐。铁哥帅，所以你叫铁哥，真正你是爱耍这个铁人三项？嘿，有咧耍，有咧爱骑铁马。嘿，这好你。OK。你的铁马哪会无伊啊？这个练脚力的，唔免坐。是用骑的。咱咧叫粗车啊，抽车，拢免坐伊啊。冲刺诶。啊，你啥啦？只爱耍这个铁人三项啥啦？哦，这应该安讲吼，因进前的工课关系，哦所以头家就叫阮做一个迄个运动的平台，或者员工甲客户之间有一个交流的平台，所以这个平台我个人开始咧耍，伊开始跑步，走表开始，个去练，练了个变骑脚车，我本身嘛样游泳，所以三项夹起来，拄朋友咧笑招，讲无咱来参加铁人三项，算3铁，所以。2016年，迄年我个参加第1场。最早的呢？12月拄啊参加第8届关门赛嘛，12月伫咧遐拢关门赛。伊大平湾年底拢讲叫封关赛事。对。迄场较特别，会使骑脚车骑去国道3号。哎呦，上国道。伊封起来哦。伊封起来所以一年间会使封1届。所以这场嘛，足侪迄个算3铁的，拢会在这时间来算。迄届我有去呢，我有看足侪囡仔伊嘛跳落海咧游水呢，对无？有大人的3铁嘛，囡仔对，拜六是囡仔先比，对，礼拜大人。浩子哥，你有参加？迄天我拄啊好，淡仔咧翕外景。你就是去比赛？我开阿厉害。啉酒就无时间啊！你老烧酒的铁人三，我都好啦，你比赛了，伊会送你一罐秘鲁啦。安尼哦，迄无够啦，无够，要一箱啊。你拢会免钱的，带你的人去出去佚佗哦，骑铁马哦。你免啊趁钱，拢免费的。其实讲到这嘛是一个阮在东港所发现的一个缺点，因为足侪人来东港佚佗吼，拢刚知要食海产。你两个？对，我辣妹啦，我无讲。食海产了吼，因个搁继续去后一个行程，比如讲去小琉球，是讲去恒春垦丁，甚至较远的赛车赛到台东去啊。所以东港伊拢敢停食一顿的时间。路过呢。食了就走啊。若走，咱对这吼，咱咧讲的以观光这个角度来讲，伊对地方就无创造较大的经济效益。所以老旅客在我的民宿内底吼，我个拢会较加薄。伊若想要佚佗，我个叫伊骑我民宿提供的脚踏车，带伊去导览咱东港大平湾，互伊知影讲原来东港大平湾会使安怎佚佗，这深度的体验旅游就安尼诞生啊。游客若来。毋是干那食咱习惯食的物件尔，你敢知影讲，互伊要去对景点佚佗，会使去翕相，秘密景迄个秘境啦，网红打卡景点，咱这个去熟悉。咱即摆会使差不多来启程啊！会使，来带大家来熟悉咱大平湾甲东港。好，来欢迎铁哥。
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屏东大平湾的罗博元。因为爱骑铁马，搁耍三铁，所以大家拢叫我铁哥。啊，因为我是在地人，啊，以观光客角度，带旅客体验咱屏东大平湾甲东港这个好所在，所以欢迎大家来大平湾，甲阮做一个好朋友。哦 ，Mackie， 来，咱来甲大家介绍咱大平湾。大平湾的早期吼，伊个是为东港溪甲南边溪顶游吼土沙冲落来形成的一个内海。啊，这个内海呢，这部分即摆形成一个风景区，咱会使带游客去感受、去展览。来后一张，咱若要去大平湾佚佗呢，咱会使坐脚踏车。目前遐有一个脚踏车站，你会使骑铁马，咱咧骑铁马烦恼的铁腿嘛。所以这间脚踏车店，伊提供的铁马有电力辅助的，所以你骑起来足轻松，你唔免烦恼。咱骑脚踏车入面呢，咱内底有一个2019年的灯会30周年，而且咧电视的时阵，这个作品叫《海之女神》。伊的海之女神的特性呢，你看伊的裙啊，这个裙摆，伊是用35万粒的蚵仔壳来做的。35万。因为较早大平湾拢是蚵仔，所以蚵仔是算一个代表的作品。所以用这个蚵仔壳来做这个伊的裙摆，这是这个灯会作品的特色。啊，除了这海之女神，摊多咱嘛讲到吼，即马这半年来足红的、足穿的台湾吼，就是海上的教堂。这个教堂你也看伊骑300公尺的长堤，你也行过下晡时啊、黄昏时吼，这个所在足水的。除了外口这个风景真水之外，你也入去内底，你看伊拢是算西班牙伊的迄个挑高的建筑，所以内底除了啉咖啡啦，食鸡卵糕，大家拢要知影要去遐翕相，完美照个拢伊才出来。所以这真正是拜二无开吗？对，伊公休，公休是拜二，干那拜二，嘿对。你足够算时间呢？对，哎呀，那安尼啦。这个是爱叫伊过来一段。还佫行一撮，树啊，熟悉铁过啊！佫来咱看这面，来咱摇一个，为什么放这张图？有啥物无共款？这看起来是只刷鱼对无？回轮机，刷鱼吗？回轮机啊，有回轮机，是只回轮机。咱很多节目拄开始的时阵，搭配毋是讲到有有脚踏车，啊，佫有回轮机。啊，为什么大平湾有这只回轮机咧？因为早期大平湾日本时代时阵，伊是算日军伊遐做一个海上的迄个机场。飞轮机水上飞机吼，伊会使伊遐降落，会使起飞甲降落。是水上的飞机。伊是水上的飞机啊，所以咱迄个大平湾遮个仿即个水上飞机做一个景观餐厅。所以内底你即马咧整修，未来你会使顶悬共款去啉咖啡、食鸡卵糕。后壁佫有一个赛车场，拄仔伊遐看人咧赛车。这嘛是一个景点，真水。伊拜二敢有开？目前未开始营业，到时我会甲你讲。对，来大平湾来找我。你来看，这个叫一个铁环，要看卖，这个要创啥？铁环。佫一只飞轮机佫甲这个铁环，这个咪牛魔王头边佫放一个铁环，对无？较早什么作用？看锁啊，白飞轮机的。停落来的时阵，今日走去，因为水上飞轮机伊降落一定是海上嘛。但是若气候无好啦，啊是讲美军要来拍日本人的时阵，伊飞轮机事先甲先扭起来上花嘛。你扭上花，你停的时阵，你总是爱甲固定。所以这铁环伊个爱牵在锁啊，甲绑在固定即个所在。所以我讲的答案是对的。对。好。确定啊，有奖品。这。确定啊。谈到我咧讲吼，飞轮机爱扭上花对无？这个斜坡，就是为海上甲飞轮机扭起来斜坡。除了飞轮机吼，咱咧起落一定要有一个控制塔。所以这个较早是一个控制塔。伊也互飞轮机指示讲，飞轮机会使起迄落降落，也是要起飞。所以你看，顶悬佫有一个机关塔，机关枪。伊个机关枪的迄落塔，就是防止
美军来时阵，因咧个小战。所以这个迄个遗迹吼古迹，即马还有保留。你若到大平湾，其实拢搁看会到。对。啊，除了这咱古早的吼，即马现代拢即马大平湾设计甲足水的。哦，伊拢规个大平湾徛一连，咱脚踏车徛一连12公里。啊，中吼总共有6座的湿地的公园。啊，这湿地公园内底拢完全秘境。啊，像这个所在叫做坪村湿地，哦，棚村湿地。啊，伊内底较早是关犯人的营区，所以拢有一个警戒塔。哦，即摆还有保留，拢搁看会到。啊，除了这建筑物，也是讲一寡古迹。即马现代树啊，因为内底生态足丰富的。哇！你啊看，伊这红树啦，海茄冬，哦，品种海茄冬形成的一个隧道，隧道，绿色隧道个安尼形成。所以这嘛会使骑铁要经过吗？无，咱这个要用行的，你要用行啊散步，角度看45度。迄上个是水的，完美照就是安尼来。赞呢！后壁带亲像迄爱丽丝梦游仙境的。啊，这条我拢甲合做千寻隧道，千寻。哎呦，远远看，搁一道光，你若通过迄道光了，敢若袂出入去另外一个世界，同款。水呢，你嘛使带咱人去呢？哎，对。来，咱后一个，因为为什么有这座桥？啊，为什么这座桥那会拍开？又看卖者。这座桥看起来足欢喜的哦。伊敢若会当降落来对无？对，会当起来。这嘛是算咱台湾第一座桥会使掀开的。啊，为什么伊要甲桥掀开？我知。因为当时啊，你的船升大只的时阵，伊会碰到迄个桥，所以你要甲伊掀开，伊才会使过。耗子真有厉害啊！台湾算透透，伊拢知影咧。唔是台湾，这是我去英国伦敦看到。哦，伦敦铁桥，伦应该是伦敦塔桥。对，伦敦塔桥，伊嘛是啊。是啊，而且有一个期间的时阵，你车都喺当边啊等，你就喺度啊好船过了，才都降落来。嘿，啊车才继续行。伦敦也是双向的，啊，咱台湾这座是单向的。哦，伊敢若一边尔。嘿，一个单向。较紧，较紧。但是是毋是因为这几年风帆的运动有较侪人伫进行？对。风帆啊，帆船啊，澎船吼。当年吼4月份，大平湾拢会举办一个澎船的生活节。啊，会使吸引国内所有的迄个游客啦，是选手去遐来比赛。啊，因为伊着要比这比赛，你一年较拍开一届，桥久无用给歹啊。啊，所以即马甲用做假日时啊，拜6礼拜，也是讲连续假，伊个会使拍开一个表演安尼意思。啊，若寒人像当年的10月甲过当年2月，这算寒人的时间。下晡4点半，啊，若热人5点，伊就会开桥，吼，一个表演安尼。老师，我有发现，迄个桥，就是你衫顶悬的 logo。这是一个大平湾的一个象征。啊，除了这个桥吼，这是一个活动表演，啊个你也去大平湾另外一个，咱后一张看，足水的。咱会使以落日湾遐看夕阳。大平湾伊就水，就是水这个黄昏时刻吼，伊这夕阳。啊，夕阳你徛所在无共款，看的感受个无共款。像遮看吼，伊个落太阳个落落大平湾。啊，伊若通倒会通喺桥顶看吼，伊个落落台湾海峡。啊，若个通倒遐咱介绍迄个湿地内底吼，伊个落落红树林。所以个氛围吼，感受都无共款。对啊，啊，除了迄，佫会使算。过船，可使过船，尤其遮你过船吼，你若拜6礼拜，你可会使看到迄开桥。哇，水啦！所以这个角度乌面去看迄个开桥，佫愈水。大平湾其实足侪款生活，你看澎船呢？这有谈到讲的4月份吼，因个拢举办这种澎船的活动，啊，一寡学生啊，因个拢来遮比赛。啊，除了这，有当时啊，你这种像。进前疫情以前吼，拢搁外国的同行的迄个澎船来驶入来，对啊，所以你尤其4月份，像我今年澎船伊个迄个活动，你若带去东港，也是小琉球那边，你会使免费登记去
体验这芳船，唔免钱的。4月份几个月，一天较早去登记的。你若有订房，你若讲要比如讲住东港，我个4月初5要住东港，你个会使去登记一个迄个民宿的头家，甲你去登记，你会使去体验这种芳船。民宿的头家就是你吧？唔是干那我尔，唔是干那我，当然我是无问题。但是咱以这个活动个咱东港那边个小琉球。这个范围，因为这拢是算大平湾风景区的区域。对啊。你若住这3位的民宿，你会使甲头家讲，我要体验这。拢有资格的对。嘿。是今年是安尼，明年的活动，你个会使搁去事先打电话搞了解一下。找你就对啊。对，找我就对啊。老赖。这个咱大平湾所有的介绍。哇！精彩。好，搁来吼，咱即马算了大平湾，算了咱像北岛的枵，北岛的枵，咱一定要食物件，咱都要讲，到东港就想要食海产，搁要食海产之前吼，爱介绍一个工具，有2种工具互大家熟悉，一个叫做车，伊有2轮的哦，伊加2轮，伊的名叫百万名车。2轮的百万的名车，对，你想看卖，唔是迄个双 B 的哦，想看有啥物车，伊价值成100万的，搁敢若2轮尔。2轮的百万的，有2轮的吗？T 尾2轮的，T 尾是2轮。T 尾袂使甲渔获摕去啊。要甲鱼市场内底，咱讲要食海产嘛。再鱼会，敢会是刹车？推车，手推车，伊有一个名称，伊个一个，伊有一个名称，几个字？3个字，头一个，来比一个，第一个，分开的另外一个说法，夹起来，分开哦，分开，对，你若第2个字，你若物件蹬着脚，你会叫出一个声。对，你啊，别我。3个你卖叮当，你3个动作是共款的。嘿，想，好啦，是毋是爱答案？好啦，正确的答案好无？到底这种2轮的百万名车叫什么名？来，里亚卡车的意思哦。其实吼，这个名称伊是为日本话。迄个翻译过来，日本人因咧对拖物件迄个工具车辆，因叫里亚卡，所以你甲登过来遮，伊东港渔会渔市吼，你会足常看到这架车。咱为什么叫伊100万的名车？因为乌昂村当年已经连续，今年已经第23年，伊东港拢会举办第一尾的拍卖。像今年一尾乌昂村第一尾啊，伊的拍卖介绍。200几万啊！哇！有当时你爱看伊介绍嘛，有当时爱看伊重量。基本上第一尾伊的条件上只180公斤以上。啥第一尾爱遮贵？因为伊一个象征性嘛。因为迄个渔民出去讨海，掠着第一尾总是较无简单。第一名，对，体型嘛爱较大啦。所以有一个标准，你上少起码爱180公斤以上。你若想看一尾若准1万块，1公斤准1万块，伊180公斤就180万。哎呦，哇！所以你看，这个是吼，当年差不多4月下旬到6月下旬吼，就是乌昂春季。所以你这个期间若到东港吼，我带迄个游客去咱迄个渔会遮看，就是看到这个壮观的画面。大家拢会拖着乌昂船，就是要，因这个是咧等迄个时间到，就拢喺3米内底开始拍卖。有船长因的迄个船家的鱼啊，准备遐，拍杀入去了，买家因个准备要标鱼啊。是每一个人拢有迄里亚卡。每一个人拢有一台。基本上，伊啊特海迄个渔船，迄个船长厝内，大家拢有这设备啦。好，你3个。安那？
有记哩，这叫啥物名？这款车。欧昂城，欧昂卡，欧昂城，欧昂城，欧昂城。哦 ，OK， 这两个人有物件食，你无？啥物物件啦？当然是你拄仔讲的迄啊。欧昂城，欧昂城，哎，对啊，欧昂城对啊，欧昂城两家，欧昂城啊。百万名车啦，来啦！哦，里亚卡啦！哇！你见的有差啊！沙基完成哎呦，来啦！哎呦！这是产地直送的哦。这是啥物部位啊？这较油，这个较油，拖了。对，这应该是顶斗啊，无中斗啦。中斗大腹啊，这是这应该是皮油所在。啊，你看哇沙米，都一个爱心，先食这，先食这嘛。你也先食好的吼，尾仔食这你会感觉我油分无共啊，对，一一般来，赤身啊皮油这先食，啊个下斗中斗。对，一点啊，看起来就光有袂人的啦，哦，一点啊，感谢。这三个即马拢袂晓讲话呢。对啊，嗯，这样呢感觉这波感觉落的对。哎呦，足享受的哦。哦，会笑出来，啊，唔知会笑啥，啊，唔过会笑出来。敢若伫天顶的，我咧飞啊啦。你是食一袋，食一袋。你搁有这啊，呢？对，啊，这个飞上天哦，搁伫天顶咧飞啊。你搁伫啊吗？我伫咧海咧笑。你也是，啥物口感啊？伊迄吼，伊迄油脂会安尼吼，你安尼。因为你水内底你有温度嘛，化去，啊，伊会豆安尼化去，啊，你甲伊迄油，你用你吹温度安尼甲加温的时候，伊迄气味豆安尼，豆安尼出来，啊，因为伊迄肉有迄淡薄仔佫有酸度，嘿，酸度，淡薄仔有酸度，啊酸，啊佫带甜，啊佫有香味，哎呦，足享受就玩的你一定要食这。哈，食啥？这这哦，我第一日就食这啊！你第一日食这，甲讲话嘛食这。你讲你来宾食这，主持人食这。胃头到尾拢食这。哎呀，加讲。地瓜就嘛食这。唔要因为你食，我定定咧食。你食这啊？你食这？我定定食。你食这啦？每一工拢在食吼。你食这，你食。你无咧嘛？你真正是。咱若杀起个落唔得我好食哦。但是这是第一题。对，按够，哎，够第二个题目，哎，够第二个题目。答对了以后才可以继续吃。对。对 ，OK。啊，咱拄咧讲食蚵仔肠哦，要食青嘛，足青。但是你要安怎判断这只鱼有青无？哦啊，所以咱以鱼市咧做工课吼，因拢有一寡工具，啊，咱摕这工具出来，互大家熟悉。哦啊，咱要看卖对一个工具，伊是咧判断这尾鱼有青无青。第一个吼，咱一支刀啊，哦，这是咧刣蚵仔肠吼，伊咧破刀的刀啊，哎对。啊，第二个咱这叫做鱼钩啊，哦，这鱼钩啊。啊，第三个咧，咱这支叫做肉签啊，哦，这支叫肉签啊。啊，咱来要看卖这三个工具，到底对一个是咧知影讲这尾鱼有青无青？你转来。我有够欢喜，有够好食，够享受。来看一定要丢的，一定要丢的啊！看这工具吼，倒一个是看你的蚵仔肠敢有青？有青无青？无青。你看伊这肉签啊，佫一个高呢，有无？这边啊，这空的安尼是。我一定对，这我知，我出外景出了一摆啊，哪有迄个唔知啊？恁先要啦。啊，倒一个。这菜刀应该不是啦，不是啦，啊，迄狗啊应该是狗的乌托罗狗尔，所以应该是肉签嘛。咱来看倒一个工具是看咱的蚵仔肠敢有青？看这。哎，对，肉签嘛，哎，对，肉签嘛，肉签嘛。哦，啊，这肉签嘛，一般要注意吼，你若去迄个鱼会啊，看伊咧买卖，你要甲看。哦，一般咧讲的黄鳍尾叫鲳啊，啊若大只叫蚵仔肠，鲳啊来，伊咧买卖进前袂使去签伊的迄个鱼肉，哦，啊鸡鱼会使，啊你会使判断，啊有你若讲啊无法度，你著签伊的肉来看判断的时阵，你要哪画介绍？哦，这个要凭因的经验。哦。
比如讲鱼啊，看伊目睭吧，对对吧？嘿，目睭有较青也是落落无，还是讲有个人吼，骹会去迄落手骹去摸个鱼仔的肉质，伊有伊的 Q 弹度，啊，只是讲有个会个追究讲伊这是活鱼还是死鱼。哦，因咧判断就是讲，迄落鱼钩仔落钓的时阵。你甲鱼仔掠起，迄阵伊也搁活的时阵，迄叫活鱼。啊，有当时啊，因咧钓鱼啊吼，沿岸钓，甲放落了，伊搁洗别位，啊，叫转来时阵，鱼仔已经钓食鱼，嘿，伊食鱼转迄落浮水面拢翘起，啊，迄种会叫死鱼。但是有一种方法，是迄日本料理的师傅甲我讲，你若看这鱼仔有无起来安尼弯弯啊安尼啊，表示伊是活鱼。为什么呢？伊起来时阵，佮打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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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呐，啊你迄个边角起落时，佮啪啪啪啪啪啪。哦，拄好弯曲的时阵，嘿，佮弯弯啊，连起来。翕相的时阵，来 smile， 嘿，对。恭喜三够汤食，继续食，继续食。真好用，咱真好用。来，吃济吃济。你食济这真正有够好食。你家己摕啦，你家己摕。赞吼，足侪人是专程去东港，佮是要食蚵仔，食蚵仔床的。蚵拖咯。Hello， 节目搁咧录影呢。对，我甲你讲，有迄鱼啊，就甲你啪啪啪啪啪，爱就歪歪啊。哇！而且干的肉嘛真好食，好食，真的，唔哪讲干那贵好食。安尼生的气味更较明显，对吧？对吧？有一个生贵啊更贵哦。等下，今仔日呢，咱老师是专程为屏东来台北的，对。但是伊阁有足侪令人感动的前辈，就是讲，因为像头仔甲大家介绍这迄落鱼花、鱼市内底运作啊，这拢有一寡这知识拢来自这我师傅。哎呦，你师傅，阮师傅吼，早期是船长退休的，伊退海吼，差不多超过40年啊。哇！所以伊退休，咱来讲吼，退休无休息，为什么？那休息了，逐项个拢歹了啊。所以尤其伊的智慧，拢咱一直咧甲欧宝啊，这个故事足侪，来请阮师傅出来，甲大家分享伊的故事。哦，咱来欢迎东港的老船长，是吴水国。哇！大家好。阿公爷你好，大家好。啊，你炸这是要看起来要怎啊？你要航马哦？这当这，这我的乌托罗来航啊，拄好咧啊！这袂行一种的，是咧用这，啊，这条鱼望看这条鱼啊，看安摆摆，这条鱼啊超过18年，超过18年哦，18年，对啊，8水灾。8风灾进前几年前，我就用好啊。啊，锁啊已经有长伊一届，我搁换过。啊，这锁啊唔是新的，这锁啊是拢阮渔船淘汰要较角的，啊捡起来我甲边边的。这是鱼线，你这环保的呢？啊，这就是啊，你望看这条这细条，啊，我行船行40几年，也是上大尾的鲫鱼、白鲫鱼500几公斤。你望看这条呢，这会当掠500几公斤。哇！等下，你讲这一条这么油的线，油500几公斤，伊是油会起来的。哇塞！所以你是当时去油到150，差不多500几公斤呢？大约50年啊。哦，50年前，迄时你几岁？我迄阵的是20几岁。哦，你当阵够小我真要80啊嘛，我明年80嘛。啊，阮阵生4个人呢，啊，像我伊啊，大去到边伊。这船啊，头遮长，比咱头遮长。伊这样蛇我来的时阵，绑伫这船，是鱼的船啊边，阮向惊到。哎呦，透一锅茶，这苦哩这。结果就是鲫鱼。啊，伊买鲫鱼，当下迄阵较早鱼啊俗嘛，当下迄买鱼啊卖无1万块。 500公斤卖无，较早卖无1万块。啊，迄个师傅讲买，讲买销日本，伊讲伊买要趁1万块。结果买伊要拖去车顶拖袂起哩，伊又断掉，断一个闹火去，结果煞倒了钱。哇！就无法当销日本。啊，你拄则咧讲时，我来发现你倒手，你即载，这个镜头啊，你即载那会无去？减一支啊，鱼啊加。
你甲钓起来鱼啊，伊上去就甲你枕头夹断去。是啦，含你讲这夹是夹到这啦，我这有鱼有山有夹到。所以真正鱼啊喙夹，齿阮口的这块肉拢无去。是啥物鱼甲你夹这个？大白鲨。你讲掠抓鱼？你是伫咧船顶掠，啊你是插入伊去？要甲拖起来，啊，船员拖袂起来，啊，我做船长我。伊个handle路放，我才走落，要甲倒扭起来，结果伊个鱼就煞落去，啊落去鱼啊伊碎，伊才口落，啊鱼啊安就走去。哎呦！啊，这花园第二楼船仔顶用药个牛油个，嘛是照常作业。哇，够面的啦！系啊，伊这个海明威写的，共款老人甲海呢，老人甲海呢。啊，这个镜头啊，就是互机器架着内底钓鱼啊。安尼呢？哇，2层呢2目啦，2目呢，2目。啊，迄个时阵是安那伊甲你教？啊，这毋是互鱼啊架着，这机器架着。啊，我家己本身咧操作。我家本身咧操作用遥控，我是做船长啊，船员拢咧做工课。啊，我家己咧操作，无人我家己操作啊，伊钓鱼啊，拄啊，迄尾鱼啊，伫咧仓库内底拖袂出来。拖袂出来，我伫咧甲倒去用只手伫甲编一条线嘛，一条绳啊鱼，一条线倒编迄尾鱼啊，仓库口出来。对。拄啊，鱼船啊驶过，啊船啊安向游来，啊我徛咧，阮摔无落，啊手阮出去，结果阮互迄条鱼架着啊，安尼啊，卷入去，啊卷入去，我听迄扫一声，听有一声哦，啊我按甲离倒摕倒转来，我跳出来，我甲伊讲啊，我镜头啊鱼啊，结果就伫遮咧害啊，阮含煞送去病，伊讲拄啊礼拜，伊就去甲我，伊甲我讲要插，只讲有啥物办法，伊讲爱插巴肚边插18工。插巴肚边咧，挂一空啊，镜头啊插咧好生肉。哦，哇！啊，即摆伊我甲讲啊有个别个办法无？伊讲第二个办法就是爱镜头啊加掉，啊无本来是歹1目尔尔。啊我甲伊讲我无个我要加掉，迄个医生讲我开医生馆开遮久，你看上会开的。我讲即支倒手吼较无啥作用。但即手我一定保留嘛，无我做船长我无法当操作啊。结果我18工就出院啊。就安尼，历史就是安。啊，船长，我有问题。这鱼线鱼啊，敢有救你的命过？这种说啊，我若无是有呢。我伫外国出国啊，互拔落。啊，阮落大无地，拄啊沙落些。沙咧阮田呢，我讲甲休讲叫紧甲救来。啊，伊阮甲直直甲救。嘛是这嘛是救我的命呢。救命！来教咱做救命的。救命的物件，救命的啊！这伊来开始，要安怎做？这安用这法度用呢？这个吼，哦，这要弄起来，两过啊，爱救啊，无，救来，爱救完，愈按愈好济啦。哦，愈办愈好济吗？毋是愈办愈好济，按愈好济，愈按愈好。你若无按哦，不然伊个这落地，线走来走去啊，这棍仔较容易断去。啊，这若是我朋友若是大卡床的坐伫遐，敢会歹去？这你若买坐咧，买甲摇哦，买按甲坏哦，坐100公斤的抑佫袂歹。安尼就当念遐试看啦，试有啦，介侪人去伫迄个大小港边拢叫我去咧教，我这爱拍甲。哦，我这个甲就是唔爱好。拍甲咯。无拍甲你若断去，毋但袂迄落袂散掉的，哦，啊无你，这困难哦，这可能。较袂花掉啦。哦。新的较骨啦，新的伊较有优质啦。较有优质较骨。哦，你看日头佫做一个安尼，差不多爱偌久啊？伊个速度。那我咧北差不多一条啊，差不多40分至1点钟。啊若毋捌北的，还佫2点钟啊，过袂咧。你试看卖，试看卖。啊，你先去食饭好啊。好啊，我来讲，来换你做，我你大概，哦，600，安尼，白底咧，无共向，白底咧。对，你换你2安。啊嘛是爱为食开始嘛。对。无你总两个，你总是你先两个，先两个，等下甲做个 Q。弄去搭。哦，这一间两到哦，这一间 Q， 这一间。啊，这唔得爱开的，袂使。这两个，一手就好，一只手。你做手往咧，摕倒两，你甲摕。我来倒三哦，两互伊。哦，安尼。有安尼兄弟安尼做起来，安尼感情敢袂歹。哦。
因为你我给你弄两个，免去啊，你免去上岸，唔免要上弄一弄两个，弄个头，弄就对啊。弄个头等下个，对，个来收。啊是讲坐这种鱼线椅啊，有啥物好处？敢有啥物好处？有，第一个是放屁绝对袂臭，哦，放屁绝对袂臭。啊，你这有是不是有空气？是，空气伊屁就走掉，就走去你朋友啊，你是有想到安尼，啊，就家己袂批着，家己别人都会批着。安尼，吹风拍质袂歹，这吹风拍质袂歹。啊，这钙奶用，你这你若无去甲挂掉，无去甲烧掉，这条鱼线保证你10年拢袂断。3年哦。安尼我即马简单的了，啊，即马免啊收煞。你来，我甲你讲，这我，等下我甲你收。安尼，要咩摆迄个摆距离就对啊。哦，要去按。哦，慢慢啊调就对啊，一条一条。你甲揪，啊，你要看你的鱼线差不多偌侪，会当调。调个大胖，啊，你若较少就调较大胖的，啊，较侪就调较细胖的。阮若去大平湾嘛，会使体验这吗？嘛有就对啊。是毋是有足侪人伫咧教安那做这？这无人咧教。干那你咧教？这干那阮师咧教。哦。收煞。哦，安尼。你看。真水呢。哎呀。调一个嘛，水的。哦，背好啊。这个真正的。嗯。哦，安尼所在无？看起来真在呢。水的呢。水哦，水哦，水哦，水哦。水起来啊。佮用甲无看色啊尾。哎。哦。甲藏起来就对啊。藏你看袂到的所在。哦，真水的。嘿，哦，完成哦，水。哦，你等下大家看者，等下大家看者。等什么？走秀。这你甲动啊有声？都会让弹。大吉他。就是啊，你这个你上高的啊，你上高的啊，这有声音没有？我走海的日子，40几年，大家做伙来，我教你安那用伊啊。等时节，等时节，Q 到按甲会，甲动声 Q 无到按动声。哦，嘛使坐看卖啊，坐看，坐看，今摆哦，今摆哦，杠，对，哦，大家拢平安嘿，大家拢平安。什么大神咧干噶？你第下坐看卖，这差不多几公斤？这样，你坐看卖，100公斤，这100公斤坐袂歹我甲沈达拢会动啊。对啊，无啦，啊坐咧袂使摇啦。啊摇，来，无啦，你坐咧两个，啊，冇放屁哦。敢若做稳的，你做稳，我来偏掉。拢无叮当呢。那画面看得怪怪。嘿，恁两个先亲啊啦，上轻，哎，子豪，嘿，子豪来试，哎呀，爱试看，有用在拍讲啊，真正有用。较济了，哦，你坐啊摇，袂使摇，安那，稳啊，拢袂倒，你这条开好势，水，这条开好势，做水诶，足水诶，佫会使体验，嘿啊，佫会做试炼，佫会使听到老船长的故事。讨论节。今仔日安尼听落，恁感觉安那？有想要去？哇，明仔载就去。明仔载就去。对啊，对啊，我嘛无啥物工课。不是啦，就想要去。就想要去我今嘛应啊嘛，对啊，好食咧，好食够好食。想要去爱，怎样爱安那豆？安那豆哦。赞我啥比好你？多谢。投票，嘿，来。要去吼，咱就把这椅安尼夹起来，表示讲咱要来啊做伙做椅啊。啊，若无咱就椅啊开咧，互伊炸断去就好，好不好？到底有想要去大平湾无？1、2、3。爱去！赞！做伙去耍啊！做伙去听故事，做来骑铁马，对不？爱食黑暗草。爱找老师，食练舞，够练舞啦，练舞啦，对啦。多谢师爷，多谢杜南先生，感谢各位朋友啊，咱做伙来去大平湾去佚佗啊，拜拜。